进来笑话，我较等下麻烦恁家猪仔下来，恁猪仔下来注意恁的身躯边前后左右交工，甲囡仔有啥问题的时阵，咱猪仔甲伊个做通知我。 特别咯，咱来工作人员不断来照会啦，你咧咱来工厂嘛照会啊，咱准备要出来啦。 我小等下啊，要转来听我这口令，听我这口令啊！我会甲你讲啊，1、2、3转来啊，大家注意听者啊！我一摆转来，听我这口令，咱家长来行一个，囡仔小等花一个。 我就不知佢攞咁長，哇！老哥来，准备刚刚就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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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，听我讲。老哥嘞，来，准备。 我
加油！